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金子。这是我们来大连的第2天。昨天晚上呢，有一点点没有习惯啊，有点认床，所以说前半夜没睡好，不过后半夜还是睡得不错的。大连这边啊，这种烟囱比较多，是不是为了取暖？现在我们要出门了，今天阳光很好，我们要在这里演3个晚上，白天都是可以自由活动的。今天我们规划了白天的游玩路线，先去大连的自然博物馆，那是免票的。这样啊，往那走。好，我跟着你走。现在导航一个便利店去买早饭，因为这个周围啊没有那个早餐店。最近的这个走过去，我们找了家罗森，也要600米。这边和苏州感觉真的不一样。这么多年和镜子跑了很多演出的地方，真的是很有感触啊。像海南三亚、东北长白山、新疆伊犁，这次是来到了海边的大连。依稀记得5、6年前去长白山演出，当时是一个大企业邀请我们去，7天6晚包吃包住，而且还带上了我妈。整个演出啊只唱了4分钟，其他时间都在玩。所以这样的工作方式是我们比较喜欢的。这里是周水子第2小学。看看大连这个路啊，这里是一个上坡，这里又是一个下坡，走到这里总算有点人气了。哎，哥哥吃啥个？吃馒头啊？哎呦，好烫呀！捏个。早高峰都堵的。城市吧，道路比较窄。到了，正好9点开门。哇，这里太漂亮了！景可好了，这边景危害我照相。你们大连真漂亮，奶奶。太棒了，这才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大连。哇！本来想先去博物馆的，外面景色实在太漂亮了。这子你举着，你走到那边，举着。清高一点啊，已经吃掉了。我撒了这么多海鸥粮，看看有几个来吃的。我来了。哎呦，来了。我们买个冰箱贴吧。这个多少钱？那这儿的呢？这样式的是15。送馈，凭身份证免票。博物馆就应该免票的，给大连点个赞。朋友们看看，这是一个恐龙的脊椎骨，这么大。恐龙是真的很大呀，这个都是在辽宁发现的化石。这个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就是这条抹香鲸，是真的标本。什么叫一鲸落万物生？你只有站在这里才能感受到，太棒了！和大连自然博物馆再见，不虚此行。